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水美，今日當歡喜來到大家分享有氧國標舞。在分享之前呢，我先介紹我的2位助教，在我的左手邊是我們的謝祥義老師，好，右手邊是我們的彭玉玲老師。好，運動係對健康最好的方法。在運動之前呢，一定要先來暖身。現在我來帶大家來開始暖身。好，首先第一個動作是，我們的頭先往前彎，1、2、3、4，往後5、6、7、8，然後呢再往左2、2、3、4、5、6，重複一遍，1、2、3、4。5、6、7、8，向左2、3、4、5、6，回正，慢慢的再將頭來往左邊繞一圈，1、2、3、4、5、6、7、8，向右轉3、4、5、6、7、8，向左2、3、4、5、6、7、8，向右2、3、4、5、6、7、8，回正。再來，我們來動肩膀，1、2、3、4、5、6、7、8，2、2、3、4、5、6，兩邊一起動，1、2、3、4、5、6、7、8，2、2、3、4、5、6、7、8，接下來我們來轉動我們的肩膀，我們從左邊開始，1、2、3、4、5、6、7、8，2、2、3、4、5、6，往前轉，左邊開始，5、6、7、8，2、2、3、4、5、6、7、8，兩邊一起，1、2、3、4、5、6、7、8，往前3、4、5、6，非常好。現在請把腳張開與肩膀同寬。好，再來我們來做推胸的動作。好，先把胸往前移動，1、2、3、4，往後5、6、7、8，2、2、3、4、5、6、7、8，3、2、3、4、5、6、7、8，4、2、3、4、5、6、7、8，左右，1、2、3、4、5、6、7、8，2、2、3、4、5、6、7、8，3、2、3、4、5、6、7、8，4、2、3、4、5、6、7、8。好，接下來我們將兩手舉起，然後左右1、2、3、4、5、6、7、8，2、2、3、4、5、6，好，7、8，好，來手放下，好，這個暖身哈非常的重要。那運動之前呢，一定要來暖身。好，那他做的是身體的動作，也來做臀部動作。好，來做一遍。好，來開始臀部哦。1、2、3、4、5、6、7、8，1、2、3、4、5、6、7、8。好，加快一次哦。1、2、3、4、5、6、7、8，2、2、3、4、5、6、7、8。好，基本的暖身就都要的喂。接下來，要搞大家來跳，我們的有氧國標舞嘍。好，接下來呢，繼續來跳恰恰了。也下跳的係節奏步，之前有搞過，好，來到大家複習一下哈。節奏步要加 whisk， 那這個節奏步之前搞過的也來到大家向下複習，來做腳拿起來，頭旁邊。
点，好，然后让重心体让落去，好，这是 two， 好 three， 重心换到右脚，同时把重量放下去，好，那这个重心交换的同时呢，我们再加点臀腰的动作就更好看，好，就会左脚一扑，右脚一扑，掐掐掐，好，舒正来，右脚一扑，左脚一扑，掐掐掐，好，改到哦，左脚舒正来点点，好，开始让落去 ，2 3， 掐掐掐 ，and 2 3， 掐掐掐，这是我们之前有搞过的，这个叫节奏步。好，那刚跳的就是还蛮动手的朋友，开始跳的时候，可能冇时间去扭野位，好扭臀部那样的扭哈，可能冇办法，你就记得一扑两扑，横的恰恰恰，一扑两扑，横的恰恰恰，改到啊，一扑两扑，横的恰恰恰，一扑两扑，横的恰恰恰。好，这个是节奏步。好，那节奏步过后呢，我们要做的是 whisk。好 ，whisk 简单的说，记住后脚叉。好，那左脚拿到后背做交叉打开，右脚交叉打开。好，后面交叉的脚呢，尽量脚掌目不用下去，用脚尖堵定，好，顶住，好。那原来的重心脚在原地让改都打开了，好，所以是脚尖放下来打开，好，所以是交叉打开，交叉打开，好。如果这个脚步收给，你就做的改一些点臀腰的动作，交叉打开的时候，我们加一点臀部的动作，好，交叉。打开，好，交叉打开，好，我们做了3次以后呢，我们就来转个方向。我们交叉打开的时候，请往左边转90度，中够了。好，再来交叉打开，好，左脚不转了，好，右脚我们又再一次交叉，好，往左边转90度，转开。好，重心到右脚了，好，再来交叉打开，很好，再来右脚交叉打开，好，交叉，左边不转，只要出右脚的时候，就往你的左边再转90度。好，这个就是 whisk。好，那我们刚才跳的节奏步，加上我们这个 whisk。来连在一起跳跳看，好，来从左脚开始，扭扭，恰恰恰 ，2 3 4 and 1 and 2 3 4 and 1 and 2 3 4 and 1， 好，接到 whisk， 从左脚开始后交叉 ，2 and 3 4 and 1 2 and 3 4 and， 好，第3个小节我们开始 1， 好，再来 2 and 3不转 4 and 1转，再来 2 and 3 4 and 转 2 and 3 4 and 1。好，刚才我们跳的这个 whisk 呢，恰恰里面有5个拍子 ，whisk 跳了6个步子，就代表我们的4拍恰恰4拍里面呢，其中有2个拍子是必须跳半拍半拍的。好，所以我们的 whisk 的拍子是 2 and。也还夹的，半拍半拍一拍，半拍半拍一拍，好，所以 whisk 的拍子是 2 and 3 4 and
one, two and three, four and one。好，这是 whisk 的拍子。好，那这样子，我们的观众机前面的朋友，有记得舞步吗？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用数拍带着大家一起来练习，来从我们的节奏步开始到 whisk。好，来一起来哦，哈，预备，开始 ，and two, three, four and one, and two, three, four and one, and two, three, four and one, and two, three, four and one。接到 whisk two and three, four and one, two and three。转方向 four and one。再来 two and three, four and one, two and three, four and one, two and three, four and one。好，这就是我们的分解动作。好，再示范一次。如果你是第一次学的，请记得脚步就好。好，脚步就是踏踏恰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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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交叉，后交叉，后交叉，后交叉。后交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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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可以。好，那轻松的来跳。那呀哈呢，我们就来对着音乐来吃宽呢。好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Everyone else but you. Baby, you light up my world like nobody else. The way that you flip your hair gets me overwhelmed. But when you smile at the ground, it ain't hard to tell. You don't know. 好，这个是正面的，然后我们再来跳一次侧面的，来预备。好 ，one two three four one。So good, come on, you got it wrong. To prove I'm right, I'll put it in a song. 好，再来，我们要 You're being shy. 背后来展示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看。预备 ，one two three four one。Everyone else but you. Baby, you light up my world like nobody else. The way that you flip your hair gets me overwhelmed. But when you smile at the ground, it ain't hard to tell. You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you're beautiful. 好，要做伙用本日教大家跳的节奏步老 whisk， 好，非常轻快，也有浓厚的运动效果。大家多多练习，多多加强，就不用担心学不会了。好，我们今天课程就上到这里了。